我一个坚持就是说，我的配方不能让人家改，我到全世界的味道都一样。对，因为我们对产品的研发是，其实很多人在做，像我们每研发一款新产品是要不断的经过内部测试、外部测试，然后再把它推出来，所以其实那个产品呢，我们自己是对蛮有信心的。其实伫东南亚内面呢，往来品种足济，但是伊的结果呢，伊的这个口感，加伊的肉质，会使讲甲台湾的金钻凤梨无啥共的所在。因为台湾往来呢，伊的这个肉质呢非常的幼，所以伊有特殊的水果香味的，所以为啥咱一方要坚持用台湾的往来的道理，也是伫遮。พรีเมียมจากไต้หวันที่พร้อมแล้วค่ะที่จะมามอบความหอมหวานสดชื่น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一方是我奶奶的名字，然后一方这个祖传的一个配方就是在水果茶里面的一个加料，然后是一个我们台湾的一个凤梨酱、凤梨的一个水果的一个配方，然后